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真欢喜会当来到上帝圣殿。这是含伫咱来学乐、含伫咱感谢的代志。我相信，咱愿意来到这个所在，咱愿意付上这个时间来敬拜伊。我相信上帝一定有特别伊美好的心意伫今日礼拜中间。伊要透过咱的敬拜，咱过来领受上帝的真理话命的话。咱嘛透过今日敬拜，咱要将咱过去这一礼拜，咱所领受的，咱来献上感谢。所以咱伫后面咱开始咱早起的祈祷会，早起敬拜进前，我邀请所有兄弟姊妹，咱为着咱早起会当来到这所在来调敬上帝，互咱的心。会当甲上帝三结连，咱来献上感谢。咱为着咱来陪伴好咱家己，咱每一人的心思意念，互咱今仔日单单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单单到上帝面前来调敬伊。所以咱为着咱的心，为着咱心思意念，当献上祈祷。为着咱规礼拜上帝带领来献上感谢。咱开声来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学乐你。因为你拣选阮真侪你的百姓，互阮有份伫你的听的国度内底，阮实在是非常的感谢上帝你的恩典。特别伫礼拜日的早起，你互阮有这个时间来到这个圣殿来敬拜你，我要献上感谢。我们用短短这个2点钟的时间来甲上帝你三千君，恳上帝你伫阮每一个人心中设立你的宝座伫阮每一个人心中。开阮的心，开阮的耳，互上帝你今日话命的话语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带来阮的改变，带来阮的更新，带来阮生命新的开立。最后，阮感谢你，献上学乐，献上感谢。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就讲耶和华是我的开立，也是我的顶牌，我的心我靠伊就要得到帮赞，所以我的心就大欢喜。我要用诗歌，咱来学乐伊。下面这诗歌非常的熟，叫做亲像路较无溪水。望这诗歌咱帮助咱的心较无来就近伊，咱的心较无来调敬伊。透过咱的敬拜，透过咱的诗歌，来领受上帝对咱生命中间奇妙的计划甲作为，真做咱的快乐，真做咱的顶牌。来吟这诗歌，亲像路较无溪水。我的心切切希望，你亲像路经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我的心切切希望你，我的心切切希望你，亲像路经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你的心有较无无？你的心有仰望上帝伫早起敬拜中间，甲你上较伫地无？你有较无的心无？都亲像咱即马大苏的南部这个土地共款，咱较无迄个河水啉到，咱较无迄个河水来滋润咱的心。咱用这款心情来唱首诗歌，讲主啊，我的心较无你，亲像路较无溪水共款。主啊，我较无听见你的话，我较无看见你的阳光彰显伫我的生命中间。虽然我即吟这首诗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然后较无的心，深深来切切羡慕上帝。我的心切切希望你，亲像路经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
所爱我心目来敬拜你。是我的快乐敬拜，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灵多多要降乎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目来敬拜你。是我的快乐甲敬拜。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灵多多要降乎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目来敬拜。搁一遍宣告讲，主你是我的快乐甲敬拜。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灵多多要降乎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目来敬拜你。我心目来敬拜你。我心目来敬搁一遍讲，我心目来敬拜你。我心目来敬拜你。咱早起这个祈祷会，就是要透过咱的祈祷，甲上帝呼求，透过这个祈祷，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真侪伊好的百姓，帮助咱会当活出基督的香味。头起先，咱为着咱家己的生命来祈祷，咱的生命中间常常犯了侪的罪，咱常常袂记得上帝，咱常常亲像羊共款失迷，所以咱这个时阵，咱为着咱家己知影还是毋知影罪，咱献上祈祷，恳求上帝赦免咱一切的罪，洗净咱一切的不义。咱为着咱家己的罪，特别为着咱徛起这个土地来祈祷。咱知影咱最近台湾侪所在拢有名神，拢有伫侪的迄个祭拜的代志祭拜的事，恳求上帝咱赦免咱台湾这个土地所犯的侪的罪，恳求上帝会当用伊保护来洗清来遮砍。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家己生命中间知影甲毋知影罪，恳求上帝来赦免。咱为着台湾这个土地，咱来恳求上帝来赦免。咱开声来祈祷。请主，阮伫你面前来忏悔来祈祷，因为阮常常毋知影要安怎来行上帝你为阮行所定的这个路，常常阮偏差，阮常常为着阮家己的需要，阮来离开上帝你为阮所秘办这个道路，阮行偏去，阮行这个世界的路，阮行互魔鬼来引诱的这个路。主啊，恳求上帝你这时用你的保护来洗清阮，用你的罪阮的罪，恳求上帝你来洗清，互阮有一粒清气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主啊，阮所兄弟姊妹愿意搁一遍降服主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怜悯阮，恳求上帝你赦免阮。哈利路亚，是的主，你是听阮的主，让阮愿意搁一遍将阮的罪摆伫主你的面前的时阵，主你要用你无限的疼来洗清阮一切即款的罪恶，互阮搁一遍甲主你三口和。哈利路亚，感谢你，阮来为着台湾这片土地来献上祈祷，恳求上帝你来赦免阮这个土地所犯的罪，恳求上帝你捆绑伫这个土地顶面的所有的邪灵，互阮这个所在将做主你喜爱徛起的一个土地，阮要将阮本身甲这台湾这个土地献上恳求。恳求上帝你掌管，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第二，咱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咱为着咱社会，为着咱世界的局势，咱知影一些的困难伫咱的国家，咱有一些挑战伫咱的国家，咱为着咱的国家来献上祈祷，咱有咱的执政者，
咱的长官、的执政者、咱的总统、咱的政府官员，很有聪明的智慧、有怜悯的心，来知影要安怎来管理上帝所赐福这个土地。所以咱为着咱国家、为着社会、为着世界局势来祈祷，特别咱为着台湾的正教会来祈祷。咱知影咱伫台湾的介侪乡镇、所有的地区拢有教会，虽然讲无共款的教派，总是因拢愿意来高举上帝十架。恳求上帝会当互遮个教会会当发挥即个高举上帝十架，互即个黑暗中间带来光明的即款的教会，互每一个信徒知影伫教会中间被呼召，为着就是要来传扬上帝福音，互咱教会成做即个土地的祝福。所以咱开声为着台湾即个土地，为着咱国家所面对的困难来献一祈祷，为着台湾的教会愿意徛出来，为着即个土地来祈祷，为着即个土地来传美好的福音，救性命，救活命的福音，咱来为着遮来祈祷。主啊，我为着台湾即个土地来献一个祈祷，恳求上帝你怜悯阮台湾所面对的一个困难甲挑战。主啊，恳求上帝你兴起我一台湾的基督徒，甲台湾的教会，愿意即个世代，愿意伫即个时阵，愿意徛出来，为着即个听即个土地。为着听遮百姓，愿意我陪命来传主你的福音。每一个教会都愿意伫逐个所在，成做光的灯塔；伫黑暗的世代，成做光的灯塔。互失丧的灵魂，因为教会设立，因的生命就得到翻转，得到改变。主啊，恳求上帝你，互咱寡济基督徒，毋是干伫享受上帝你所享受的恩典尔，因愿意嘛分享上帝的恩典，愿意为着一未认捌主上帝的遮的灵魂，因愿意赔偿付出代价来引带因来认捌你。恳求上帝你会当互所有的牧者，所有教会的遮的同工，拢有同款的意向，愿意传福音的意向，愿意来成做主的好的使徒的即款的使命，会当来带领侪人归向伫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你，阮将阮的国家搁一遍仰望主的圣手，恳求上帝你掌管，恳求上帝你掌管。哈利路亚，感谢你，安尼祈祷，靠着这个圣名来求，阿门。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为着咱家己教会内底家己兄弟姊妹的性命来祈祷，保守咱的心无受到攻击，互咱有平安。这个时代有平安是上欢喜的代志，是上互咱得到喜乐的代志。伫倒位有平安，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有平安。所以咱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迄个平安的心，有喜乐的心，有望，有信心。咱特别为着咱甲厝内人的关系，为着咱厝内人的心灵来祈祷。咱为着咱所从事的工课，为着咱的职场，也是咱伫学校内底，咱读册，咱甲咱的同事、咱的同学拢有好的人际关系。为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个人家庭的经济的稳定。为着咱的财务所面对的困难，献上祈祷。最后为着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来祈祷。为着咱厝内可能咱有兄弟，咱厝内咱有咱亲人，伊即马伫病榻中间，恳求上帝医治，恳求上帝怜悯。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家己，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的生命咱的心灵，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恳求你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心。拢互阮会当伫上帝你的保护内底，互阮有平安，互阮无惊吓，互阮无得到捆绑，互阮对主你有信心，互阮有充满喜乐的心，充满一个满足的心。主啊，互阮甲阮厝内人有好的关系，互阮甲阮同事、甲阮朋友也有好的关系，互阮的生命中间就活出基督你迄个款的香味。主啊，阮为着阮一个兄弟姊妹，阮生命中间有对一个困难，可能伫阮的经济顶面有困难。伫阮的生活顶面有困难，伫阮的亲子的关系、夫妻关系有困难，是伫阮的健康顶面拄着疾病，恳求上帝你这时阵拢会当将你美好的听，甲你美好的稳定甲旨意伫阮稳定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哈利路亚！安葬阮，无论阮伫顺境逆境，拢会当来感谢你；无论阮伫什么款的环境，拢知影要安怎来追求上帝。互你会听，互你会快乐，拢成做阮面对困难的一款的力量，甲稳定。恳求上帝你会当互阮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甲阮每一个个人
受到歹的试探，互阮行伫上帝稳定的道路顶面。愿意搁一遍将阮个人、甲阮的家庭，仰望上帝的圣手，恳上帝你带领，恳上帝你掌管。安尼祈祷，拢是靠最后一个性命来求。阿门。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特别为着咱的牧师团队，为着咱的夏牧师、贾牧师、甲咱的詹牧师来祈祷。为着咱的中级同工来祈祷。咱有一个服侍团队，咱为着团队的首长，咱团契的首长。干部为着咱的牧区内底的区长、小组长来祈祷，有满有上帝属灵的恩典，互咱的服侍是有充满智慧、充满气力的。咱为着咱教会属灵的气氛，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较无信心、较无祈祷、较无来听上帝的话、较无来敬拜主来祈祷。咱为着咱传福音的使命来祈祷。咱有计划，咱今年又要举办幸福小组。恳上帝，你会当唤起我一兄弟姊妹，关于这款代志来陪伴心，来祈祷来投入，会当引带一个人来教会来归向主。所以咱为着咱教会遮一时间，为着咱的同工，为着咱同音的时间，咱开声来祈祷。请主耶稣，叫咱为着阮的教会来献出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宣告，富强教会要成做一间荣耀的教会。要成做一间一人进入这间教会，你的生命得到翻转、得到改变的教会。各位上帝，你咱办站所有的同工所有的中级、所有的信徒、所有的阮每一个基督徒，愿意在这个教会内底，愿意付出阮家己的生命，付出阮家己的才能，付出阮家己的恩赐，来互主来使用，互这间教会成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成做一间充满信心，愿意来用敬拜、用学乐、用祈祷用服侍来荣耀上帝你的名，恳上帝颁奖阮的教会，哈利路亚，是的主，阮搁一遍将阮传福音的时间，搁一遍仰望主的圣手，恳上帝你将这款的传福音的这款使命，这款的迫切感，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互阮特别伫今仔日，今年开始搁要推展一福音的时间顶面，阮愿意投入，阮愿意为着这款代志来祈祷，阮愿意引带人进入到教会内底，互遮个人会当得到福音。主啊，恳你颁奖阮所有兄弟姊妹，唤醒阮的教会，复兴阮的教会。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叫做性命来求。阿门。咱我吟首诗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落金无的水。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灵多多要降服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甲敬拜，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灵多多要降服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羡慕来敬拜你，我羡慕来敬拜你，我羡慕来敬，我羡慕来敬拜你，我羡慕来敬拜你。咱为着再起敬拜来祈祷，恳上帝会当颁奖咱，互咱有一个较无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伊。咱为着各种的服侍来祈祷，咱知影有一个服侍同工，这时阵伫教会内外伫咧服侍，颁奖咱来敬拜主，咱为着伊来感谢。咱为着教育中心遐有文道训练伫进行，咱有水学伫进行，还有查经班嘛伫遐，所以咱为着遮的时间，咱献上祈祷，恳上帝让咱掌管白白祝福伫遮的服侍顶面。咱为着今仔日要讲道的詹牧师来献上祈祷，恳上帝用伊的生命，用伊所讲出来的话语，颁奖咱甲上帝。建立较好的关系，所以咱开声为着早起的敬拜，咱开声来祈祷。
哦，请主，阮为着早起敬拜祈祷，恳上帝你颁赞赐福祈祷敬拜服侍赞美的灵伫阮中间，你运行你的灵伫这所在，将一切搅杂离开这所在，互阮的心单单来仰望你。阮坐伫这个座位时阵，阮的心就单单互上帝你来吸引。恳上帝透过早起的敬拜，透过阮一兄弟姊妹的服侍，互阮专一心来服侍你。恳上帝设立宝座这个所在，互阮早起伫所在看见上帝你的阳光彰显。主啊，我特别为了早起要分享的詹姆斯来献上祈祷，恳上帝你使用伊的嘴所讲出来每一句话，拢真做阮快乐，真做阮的帮赞。恳上帝你将早起的敬拜。将一切荣耀拢归于上帝你，恳上帝你这时阵掌管我所有兄弟姊妹心思意念，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甲咱边仔的四周围的兄弟姊妹讲，主耶稣听你，我也听你，咱起来吟酒诗歌，记牢我靠耶和华。咱做伙起立来吟酒诗歌，记牢我靠耶和华。我靠耶和华，喜乐心要充满。记牢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记牢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水泉。记牢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记牢我靠耶和华，一切就做要盼望。记牢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记牢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水泉。记牢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记牢我靠耶和华，一切就做要盼望。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求我乐主显明。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求我乐主显明。记牢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记牢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水泉。记牢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记牢我靠耶和华，一切就做要盼望。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求我乐主显明。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求我乐主显明。祈祷求我乐主显明，祈祷求我乐主的显明，祈祷求我乐主显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将一切荣耀归咱上帝，愿上帝荣耀，我上帝将伊的荣耀彰显伫这所在，阮来立邦，咱学乐伊，咱万面来感谢伊。我伫个房中要学乐你，我伫暗暝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满过诸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
的主爱我过。我伫咧帮中要感谢你，阿罗你。伫咧帮中要学落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我过主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我过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过主你。我伫咧帮中要学落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我过主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我过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过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过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过主你的主爱。你的主爱我过主你的主爱，你的主爱我过主你。哈利路亚，将这主爱搬过主天，咱吟首诗歌，万有三角自集欢喜，阿罗上帝齐声吟诗。万有三角自集欢喜，阿罗上帝齐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角万民。阿罗天父眼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日出头前大光满天，日落月出来照下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天气息拢总欢喜，因的笑也袂通生气。阿罗天父眼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溪水清清，滴滴流来，音韵响亮，那个河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秋毛插根已经青翠，小仙最最无名归队。哈利路亚，恩更兄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踮世界虽有烦恼，实在免惊有主通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三听同心同情，好使上帝永远无停。阿罗天父永存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上帝，我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学了你，因为你是
堪得一切荣耀甲尊重的，因为你的仁爱无穷无尽。你创造天地甲海，你也创造阮每一个人，通服侍你，通敬拜你，通荣光归乎你。求主上帝帮助阮早起时的礼拜，也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你。也求主佮赐了新的恩典，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阮会当佮一摆大声讲出哈利路亚，俄勒归伫天顶的爸。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你，也将早起时的礼拜来归乎你。即时，我嘛用你所教导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领你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得入去，就救阮脱离这个歹下。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启文51篇，耶利米11章。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溃烂。因踮伫旷野打蛇的所在，因会亲像风暴伫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狗也无惊，酷寒的年拢无挂虑。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是至尊、至圣、至权、全能的爸，我满心感谢阿罗你，感谢你的慈爱甲恩典，互阮日日生活伫你的疼甲应允中，佮使互阮快乐甲智慧。克服种种的困难甲挑战，也时时保护阮无受到社会的引诱甲灾害。互每一个决定甲行动，拢含脚踏伫你的旨意。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面对家己的罪甲过失，阮灰心向你承认阮所犯的错误。总是阮相信上帝的慈爱甲宽容，愿意原谅阮的罪，只要阮向主来悔改求赦免。愿意伫未来生活中遵守主的教示，照你的心意行伫正确的道路，洗净我一切的罪过。恳求信心运作伫阮的心内，帮助我克服罪恶的引诱，成做一个圣洁的人，有换心积德的灵，得到属天的平安甲喜乐，生命更新大快乐。听阮的主，伫这个充满无确定甲风险的世界，阮深知，阮只有独独仰望你，才通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力量。因为你是阮全能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你掌管一切的事。你是圣行公义的主，面对世上所有的不公不义，你嘛的确要来实行审判。你是仁慈的主，你应允找到你的人得到医治，帮助受压制伫困境中的人得到解放永远的活命。因为气候的变迁，南台湾依然欠水的问题，恳求主怜悯，使雨水来润这土地。我嘛要为着阮教会中集体欠安、信任软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医治安慰夫妻伫病痛中，依然对你来有信心甲盼望，相信要得到医治。有家庭、婚姻、事业、工课、经济拄着困难的，求主赐教也快乐甲智慧，还面对这一切挑战。只是嘛，恳求主教阮伫地，使阮安静的心，较无听候你的话。互詹牧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来成做阮信仰甲生活中的提醒甲学习。当心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阿门。耶稣着记伫我，你的心高临到一时。
耶稣就记伫我，你的心骨临到彼时。强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马可福音4章35节到41节。迄日天暗的时，耶稣对门徒讲：“人过来迄边欢。”门徒就离开，群众上船，甲已经伫船顶的耶稣做伙去。有几日才船嘛做伙去。忽然起大风，引破入船内，船缩好水淹甲要满。耶稣伫船尾靠着枕头困。门徒甲伊叫醒讲：“老师，咱拢要无命路，你无要紧哦。”耶稣起来，即笔风。佮命令应讲，静落去，定落来，风点去，雨就静静静。耶稣对门徒讲：“恁遐尔啊惊，恁也无信心是无？”因非常惊吓，讲来讲去，即个是什么人？连风甲影拢顺服。圣经读到遮，愿主赐福听透伊话的人。现时。青年牧区甲信歌队所献的诗歌是专人你，因是煞请詹牧师讲道，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咱渡到迄边吧，请咱恭敬来领受。我要抬头向你赞美。
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一届来到伫上帝圣殿做伙来敬拜俄勒伊。伫今早起时，咱看见天气敢若乌阴乌阴，看起来敢若要落雨啊。其实伫昨暗时伫北部、中部已经开始落大雨。早起时有看新闻的时阵，虽然雨还未落到咱台南市，但是昨暗时的雨已经落到新营、嘉义迄附近。所以咱的曾文水库嘛开始有一寡水渐渐咧离去。我相信上帝有伊的时间，上帝嘛会掌管。虽望咱欠水，但是咱知上主悠然会供应互咱。我想不只是咱的国家、咱的土地需要有水，咱的性命嘛是需要有上帝的话水，需要有上帝的话语。在头前在唱敬拜俄勒的诗歌，在唱我的心较无亲像鹿。翕无溪水的时阵，互我想起一项代志。有一摆我去到南投的亲近农场，咱若有去过迄个农场，你就知遐有非常侪只羊，而且遐羊你会当买饲料去甲饲，但是遐羊非常的趣味，就算你无饲料摕伫手，伊嘛会甲你虐。为什么会甲你虐？因为伊就想要食到迄个饲料，伊巴肚足枵的。所以伊直甲你叫，想要食物件，虽望你手可能无物件。拄咧唱迄条诗歌，咱常常拢是唱非常的慢，即个情景想象拢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和平的一个模样。但是咱实际上来想，若是一只鹿仔，一只足喙大，伊绝对袂像迄个歌咧慢慢行，行去伫遐啉水。一定会亲像我讲迄个亲近农场羊啊，用走的。用走的，真较无想要食到迄个饲料，想要啉到迄个水。毋通伫遮早起是礼拜，咱嘛带着这款较无的心，也亲像在诗班所唱的，全然来咱的上帝，来敬拜咱的上帝。愿上帝祝福咱，也开咱的心，开咱的耳孔，来领受着伊的话语。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平安，搁一届来到你面前，阮会献唱祈祷。也献唱感谢，求主你帮助阮，伫今早起时的礼拜，通过阮所唱、阮所听、阮所讲、阮所回应的，拢诚做是阮新的祝福甲恩典。帮助阮，也拍开阮的心，拍开阮的耳孔，来领受着你的话语。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有一部电影。这个电影伊叫做《脑筋急转弯》。这个电影真趣味，伊是动画，毋是由真人去演的。但是这个动画内面，伊将一个人的头壳内面有带了五种无共款的情绪伫内面。伊将这5种的情绪，诚做是一个拟人化。这个电影内面的主角。是一个囡仔，这个囡仔的头壳内面有五种无共款的情绪，一个名叫做乐乐，一个叫做悠悠，一个叫做讨厌，一个叫惊惊，一个是生气的。伫咱的内心，伫咱的头壳内面，可能嘛常常拢有这5种无共款的情绪，在甲咱影响。有时阵咱可能感觉足欢喜的。有时阵咱可能感觉足惊吓的，有时阵有一寡代志，互咱感觉足讨厌的，有时阵有一寡代志，互咱感觉足惊吓的。咱的内心嘛，常常互这个代志所影响。悠悠就是当咱感觉有一寡互这个代志所烦恼、所牵绊，然后迄个悠悠就进入到你的心。有时阵惊惊会来，因为你对某一项代志，你非常的惊吓。你对你所毋知的代志，你会紧张。有时阵可能是迄个生气的情绪会进入到咱的心，只要可能无符合我的期待，这个生气的情绪就想要跳出来。有时阵可能是这个讨厌的情绪，拄着无介意的代志，拄着无介意的人，我就感觉非常的讨厌。但是，迄个欢喜、快乐的情绪，有时阵较少出现。咱常常拢是为着遮个代志在影响，直到咱在看代志，
直到咱伫看物件的想法，拢会受到真侪影响。什么代志会真做伫咱生命中上大的阻碍？是惊吓吗？是不安吗？是有烦恼吗？也是面对未来毋知发生什么代志？什么物件会真做是咱生命中的阻碍？伫咱看过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伫相战的这个故事中，非常大壮的人，这个非常大壮的这个叫哥利亚人，来到伫以色列人的面前，然后以色列人看到伊，都毋敢出去和伊相战，因为以色列人非常的惊，毋知要安怎来拍赢着伊。但是最后是大卫出来，大卫这个非利士人讲，你举刀举枪来攻击我，但是我是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就是你所表示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来攻击你。当这以色列人在惊吓的时，无人敢出去的时，大卫却讲，我奉主的名来攻击你。大卫知伊通倚靠的是啥？伊知虽梦有阻挡，虽梦有一寡伊毋知要安怎面对的，但是伊会当倚靠的，就是只有这位上帝尔。咱今仔所看的这个故事，当耶稣伊和伊的门徒做伙伫一个所在服侍，耶稣规工伫遐传讲上帝国的信息了后，耶稣邀请伊的门徒做伙坐船到伫花的另外一边。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训练，耶稣互因经验到什么叫做平静风涌的这个大的困难。咱看见伫圣经内面，耶稣常常伫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时间，互门徒来接受训练，互门徒来体验到耶稣的能力是啥。但是这届却是一个互因感觉非常惊吓的户外旅行。我印象中，当我阁是囡仔的时，特别是国小，常常逐学期拢有户外教学。前一天一定拢困袂去，因为隔天要出去佚佗啊，足欢喜的。但是这届耶稣的门徒和耶稣要去户外教学，却是互门徒惊到鼻喘。和咱所想象的要出去旅行，是一个真欢喜的心情，无啥同款。但是耶稣要透过这届的旅行，互门徒有无共款的学习，不是互因搁一届看到耶稣的能力是啥，嘛搁一届互因来看因的内心，因所惊吓的是啥，因内心所爱去面对的代志是啥物。其实咱会知，伫犹太人因的传统、因的文化，因是非常讨厌伫海的所在，也是有水的所在，因为伫以色列因的想法内面。只要有海，只要有水，迄就是魔鬼所住的所在。伊认为人生的苦难、人生的困难，拢是住伫海内面的这魔鬼所产生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因若是会当卖去海，卖我伫水边，因就袂去。但是今耶稣却叫这门徒坐船，而且是暗时，因爱为这个所在到伫花的另外一边。所以对这个门徒来讲，对这原本是犹太人的门徒来讲，是一个无共款的体会。所以咱今日嘛透过今日经文，搁一届来学习，也搁一届来思考。耶稣可能嘛邀请咱做伙到伫花的迄边，但是咱知要过到伫花的迄边，可能有侪的困难挑战摆咧伫头前，可能有侪咱毋知发生啥物代志摆咧伫头前。但是透过今日圣经，互咱帮赞，通知伫这个过程，咱有啥通倚靠，咱有啥真做咱上大的帮赞。所以咱先来看，当这大的风涌忽然临到的时，惊吓不安也临到。拄咱所看的经文，伊讲，迄天天暗的时，耶稣对门徒讲：“咱过来去迄边的花。”门徒就离开群众，就船甲已经伫船顶的耶稣做伙去。忽然起大风，涌破入伫船内，船煞咧互水淹甲要满。咱看见耶稣邀请伊门徒做伙上船，要到去花的另外一边。
然后发现一项代志，当船到伫这个加利利河的一半，忽然间大风涌来啊！而且经文讲，这个涌破哩到伫船的内面，而且这个船内面的水直要到满出来。咱知伫迄个时代的船，绝对毋是咱即马所想象的非常大只的船，一定拢是插头做的，而且一定是无较坚固。所以当耶稣提出这个邀请，门徒回应，含耶稣做伙坐船，但是却拄着这款的代志。我想，若毋是耶稣的要求，若毋是耶稣的邀请，咱拄仔所讲，犹太人非常讨厌伫海，非常讨厌水，而且佫是暗时。我想迄个时阵应该无电火吧？伫迄个船驶伫湖中的时阵，应该无电火。就算点蜡烛，迄个水泼起来，迄个蜡烛应该嘛火去啊。所以咱想象迄个是啥物状况？四周围全部拢是黑暗，只会当听到风咻咻叫，水一直泼起来。咱想象这门徒一定是非常的惊吓。若毋是耶稣要求，我想这门徒绝对无做这项代志。因可能讲耶稣，咱着驶过为边仔行过就好啊，驶过这个海就好啊，为什么爱坐船呢？若毋是耶稣要求，我想因绝对袂安尼做。而且咱会知，耶稣的门徒内面有几个，因原本就是伫讨海的，因就是咧掠鱼仔的。但是咱看经文讲，这个门徒非常的惊吓，代表这个因所拄着的风险，一定是因无看过，而且是超出伊所想象的。原本都有人是咧讨海，所以因对这个海应该是真了解啊。什么时阵天气好，什么时阵会当出去，因应该嘛拢看真济。但是这门徒较惊吓，代表这个可能是真大的风险，代表因拢可能无看过嘛，无法度经历过。但是这互咱想到一项代志，咱看见咱侪人嘛拢真介意一项代志，就是维持即摆状况就好。咱大部分的人拢较介意维持即马状况的生活方式就好，咱拢无介意忽然的变动，咱拢无介意忽然的变动，咱拢较介意照着原本的方式就好。咱举一个较简单的例，有时阵牧师徛伫讲台的时阵，我会当看到全部的人。牧师发现一项代志，大家来做礼拜的时阵。位啊，通常嘛，差不多拢是固定的。忽然间要叫你刷位啊，你感觉个怪怪，我平时拢坐伫遮。咱人拢较介意固定的所在，较介意伫一个固定的环境。忽然间的变动对咱来讲，咱毋知要安怎来去应对。但是实际上，咱发现，咱的人生。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是充满了变化。我想对这个门徒来讲，因可能嘛无得想象，因可能想讲耶稣和阮做伙去啊，应该是无问题吧？耶稣邀请咱这个门徒做伙到伫海另外一边，应该是非常平常的代志啊。我原本嘛是讨海的人啊，这个海我嘛非常的了解，应该是袂要紧。但是却无想到，拄到是因将来可能无看过的风险。但是这嘛是咱每一个人的心态，做人的心态。咱拢无介意有一个变动，咱拢无介意忽然间的改变。所以，当咱的生命、咱的人生有时阵嘛，可能会拄到有风险的时刻，可能会拄到有困难的时刻。但是通常咱拄到第一项代志。咱内心的惊吓，咱内心的不安，也做伙来到。但是咱继续来看，当门徒非常着惊，当门徒伫遐大声喊话的时，耶稣却安稳自在。耶稣却安稳自在。咱拄所看的经文，伊讲耶稣伫船尾靠伫枕头伫困。门徒家叫醒讲：“老师，咱要无命，你无要紧哦。”我拄仔讲伫迄个海顶面，可能无电火，而
而且迄个风影非常的大。除了咱会当想象，因可能看袂到边仔以外，咱嘛会当想象，伫船顶12个查甫人伫遐大声喊话，伫迄个海的顶面，12个查甫人伫遐大声的喊话：救人哦，耶稣救人哦！哇，你想象12个查甫伫遐大声喊。但是经文讲，耶稣却伫船尾伫遐安稳的伫遐困去。咱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伊哪有法度困，哪有法度伫遐好好啊困？迄个风影较大呢？迄个风影较大呢？有人讲，敢是因为12个门徒无枕头，耶稣有枕头，所以困了较好？我想应该毋是啦。应该毋是即个门徒无枕头。咱想看卖，为什么耶稣会当伫遐非常安稳伫遐困？我想除了耶稣伊知有能力通平静即个风影以外，另外一个我想这是耶稣要互遮门徒学习的一个功课。我想这是耶稣要互门徒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拄仔所讲。遮个门徒有一寡是非常老练的讨海的人，这是因过去生活的所在。但是即马伫即个海顶面，就算耶稣伊经过真侪的生涯，但是伫即马坐船的时，耶稣绝对袂是一个驶船的。伫即马，耶稣伫人眼中却是一个木匠。咱知耶稣的老爸原本就是做这个行业的，所以伫遮门徒因所想象的，耶稣你驶船，这阮来驶就好哦。耶稣阮原本就讨海人哦，这驶船阮内行的哦，阮来驶就好。耶稣你就伫边仔休困就好。所以我想耶稣应该嘛真安稳啊，就想讲才互门徒来处理，所以耶稣嘛通伫遐困。但是伫即个背后，我想耶稣嘛要互门徒有学习的机会。学习着啥？门徒因家己的自信，门徒因对家己的瓦壳，反倒当互耶稣困去啊！门徒因家己对家己的自信，因对家己的瓦壳，颠倒互耶稣困去啊！有时阵咱可能嘛像遮个门徒共款，要愿耶稣，要愿上帝讲。上帝啊，你来拢无听我的祈求。上帝啊，耶稣啊，你敢是困去啊？你为啥拢无听到？但是，互耶稣困去的，有可能是因为家己过分的骄傲，因为家己过分的自信，颠倒互耶稣困去啊。什么意思？什么叫互耶稣困去啊？有时阵咱拄着咱无法度所想象的遮个风险也是困难，特别伫咱人生的过程，有时阵咱会亲像遮个门徒一样，想要靠家己去掌握一切，想要靠家己去解决一切代志。反正只要会当家己掌握的，就靠家己的经验就好啊。因为我过去就是安尼做啊。只要我当甲失去控制无法度啊。我才阁请耶稣来帮咱。我想，这门徒的心态可能嘛是耶稣你直直啊困，阮原本就足够驶船的哦，我原本就是讨海的，耶稣阮来，耶稣阮来。但却袂想到最后，互耶稣困去的，可能是因。有时阵伫咱的生命，咱可能嘛互耶稣困去啊，因为咱认为咱家己会使，咱认为咱家己靠家己的气力就好啊，靠家己的经验就好啊。我真正无法度，耶稣，才请你来，耶稣，我才请你来斗相共。有时阵，咱可能这嘛是咱生命的境遇啊。咱看见门徒，因为因惊吓，真正非常的着惊，因才搁一摆看到因生命的软弱是啥物，因才搁一摆看到因生命不足的代志是啥，互因知，就算是家己上有把握的代志，嘛是爱倚靠上帝。就算咱非常有把握，就算咱搁较有经验，咱犹原嘛是爱倚靠上帝。
咱犹原嘛是爱常常向上帝来祈祷，向上帝来伫伊遐来得到气力，得到勇气，来面对伫咱生命生活中的每一项代志。这是互咱信仰学习上大的功课啊！耶稣为啥会当非常平静安稳？因为在伊通瓦靠的是啥？这嘛，互咱学习，无论伫任何的环境，咱拢爱求上帝来带领咱，真做咱生命上大的帮衬。有一条诗歌叫做《我心灵得到安宁》，其实就是伫咱圣诗非常熟的一条歌，叫做《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好见》。只是伫其他的教派，也是伫其他的诗歌本，大部分是翻译国语翻做《我心灵得到安宁》。这条歌写这条歌的作者，伊叫做哈瑞修斯比夫。其实这条歌有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这个写歌的人，伊原本是伫美国。伊是一个非常好业的人，伊有侪的财产，但是当有一摆，伊面对着伊的这个事业有一寡危机爱去处理的时，伊将伊的太太甲伊4个查某囝，伊要搬厝到另外一个所在，所以伊先将伊的太太甲伊4个查某囝。先互因坐船要送因到英国的所在，伊先留伫美国，先将遮个代志处理了，伊才要过去。但是无拄好，当伊的太太和伊4个查某囝坐迄个船要到伫英国的路程，这个船却拄着船难，这个船却沉落去。船顶面几啊百人因为安尼丧失伊的性命，嘛包括着这个作家。伊的4个查某囝，最后只有伊的太太活落来。当伊的太太活落来，到伫英国的时，因经发一个电报，发互这个写歌的人。伊伫这个电报的英文第一句就讲：只有我一个人活落来，其他4个查某囝拢丧失掉伊的性命。当这个人伊所听到这个消息，伊内心非常的艰苦。伊毋知哪会拄到这款的代志。伊原本认为可能到伫英国会当有一个新的生活，但是却无想到，伫这个半路的时，伊丧失掉伊4个查某囝。然后，伊就赶紧嘛要坐船到伫英国来处理遮后面的代志。然后伊坐船坐到一半，到伫迄个发生灾难的迄个地点，伊内心非常的艰苦。但是伫迄个时，伊的内心就产生了这个歌词，上帝甲感动、甲安慰，就产生了这个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好见的歌词。咱非常的熟，但是咱搁一摆来看这个歌词的时，听到这个故事，你就知。这个故事的背后是一个人，伊真正经历人生的大风影，伊丧失伊的4个查某囝，丧失一切。但是伊原讲，有时经过美丽清净好见、树木青翠的路边，有时拄着大油门流目屎，若经过大风影的苦海，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伊的人生真正拄着一个大风影，互伊所有的拢无去啊。但是伫这个过程，伊较知伊性命确实软弱，伊较知伊人生通倚靠的毋是家己，伊通所倚靠的只有上帝。所以以后当咱唱这条歌的时阵，咱就知这是一人伊非常深刻的信仰的告别。当咱每一摆唱这条歌的时阵，嘛，搁一摆，咱甲上帝搁一摆确认咱和伊的关系。主啊，我知有你，我免烦恼，
我心平安。保罗先生伫腓立比书第4章13节嘛讲：我靠使我能力的基督，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靠着使我能力的基督，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无论看你什么款的环境、顺境、逆境，因为上帝赐予咱气力，互咱伫无共款的环境，拢会当得到伊的帮助，也通倚靠伊得到平安。最后，咱看耶稣，伊将风影，互伊平静落来，也有温度对信心来经历着平安。咱拄所看的经文，伊煞咧讲，耶稣起来，即避风，佮命令应讲静落去，定落来，风点去，乌就静静静。耶稣对门徒讲：恁哪遐尼惊？恁也无信心是无？互门徒喊你惊吓，无平安的，就亲像咱拄仔所讲的，这是家己伤有信心吗？兼因无想要倚靠耶稣，甚至是这门徒可能真正无较认捌耶稣。咱拄仔讲伫这个耶稣要带门徒来做伙坐船到伫花莲外一边一进前，耶稣已经讲了非常侪上帝国的信息。这门徒嘛看过耶稣的医治，看过耶稣赶鬼，看过耶稣侪能力。但是伫这个时刻，这门徒看起来，敢若嘛阁毋啥了解耶稣到底是啥呢？就算因一直对着耶稣边啊，叫做是耶稣的门徒，但是这个人亲像嘛是无认捌耶稣，甚至也是认为靠家己上好。今日耶稣嘛在问咱。恁的信心伫倒落？今仔耶稣嘛共款在问咱，咱的信心伫啥物所在？咱将咱的信心放落伫啥物所在？我想，信心是啥物？第一，信心是相信上帝伊永远掌权。信心是相信上帝伊是永远掌权的上帝。诗篇29篇第10伊讲：上主设宝座伫大水顶面。上主做王到永远，上主赐气力予伊的子民，上主赐平安予伊的子民。咱信心是啥？相信上帝永远掌权，伫咧大水顶面，上帝悠然做王，赐平安予伊的百姓。信心是啥物？信心是相信上帝绝对袂放杀咱，上帝一定会甲咱三脚伫地。当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阵，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8节，耶稣对门徒讲：我要对爸求，伊要赐你另外一个安慰者，通甲你永远同在，因为伊甲你同在会继续伫恁内面。我袂放恁做孤儿，我会倒转来恁遮。信心是相信上帝永远甲咱伫地，伊是咱的安慰者。咱的帮助者，咱的鼓励者，是赏赐咱气力的迄位上帝。信心是啥物？信心嘛是相信上帝有伊美好的应允。信心嘛是相信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生有一个美好的应允。约翰福音19章33节，耶稣嘛咧讲：我将这个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耶稣讲，伫这个世间有苦难、有挑战、有大风影，但是耶稣讲爱勇敢，因为耶稣已经赢过这个世间。这是耶稣互咱一个真美好的应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确信。我想信心对咱与上帝的关系。当咱的性命若有耶稣，咱就有伊的保守甲同在。这嘛是为惊吓不安、惊平安上重要的一个秘诀。腓立比书第4章17节，保罗先生嘛咧讲，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伊讲上帝要赐予咱的平安是超出咱所想象的。
是咱无法度所理解的。伫咱需要的时，平安就起来；当咱信靠伊的时，当咱愿意搁较深和伊建立关系的时，就将迄个咱想袂到的平安肯定伫咱的内心。正对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嘛表示咱得到会当一个信任而且交托的一个对象。当咱相信耶稣，当咱愿意用耶稣放咱伫咱的生命的时，也表示咱找到一个会当完全信任、甲交托一切的对象。莫袂记这一项代志，虽往门徒伫遐行兄，但是耶稣犹原伫遐；虽往门徒伫遐大声喊话，耶稣犹原伫遐；虽往伫你的生命有大风险，但是耶稣犹原伫遐。耶稣讲，互咱到伫花的迄边吧。国语华语的圣经讲，让我们渡到那边吧。渡这个字，伫原文嘛包含非常重要的两个意思，不只是经过，也是要过去一个所在尔，伊嘛包含突破的意思伫内面。耶稣邀请咱每一个人，嘛和伊做伙经历着生命的突破，才着信心会当来迎接咱生命中大的风险。也伫无共款的风景中来熟悉伊的奇妙的作为。耶稣不断地邀请咱，今日耶稣嘛在对你讲，邀请你做伙到伫花的迄边吧。耶稣今日要邀请你做伙到伫花的迄边吧。今日是主日。嘛会当算是一礼拜的头一日。当咱每一届过一礼拜，来到伫教会，就亲像要开始一个新的礼拜。新的一个礼拜，到伫后一个主日，伫咱的社会、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家庭，也亲像伫渡船共款，也亲像伫坐船共款。为这个礼拜经历到伫后一个礼拜，但我想伫这个过程。伫每一个生活的时刻，咱爱记得耶稣犹原伫地，耶稣的平安、耶稣的快乐，永远甲你相甲伫地。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真正伫迄个惊吓、伫迄个不安中，搁一届经历到耶稣带予你的平安。这是咱做伙来唱圣诗613首，就是咱拄仔所看到迄条诗歌。叫做有时咱经过美丽的清静好见，咱一个唱就好。我望咱这届唱的时阵，嘛咱搁一摆来思考拄仔经文，也思考着拄仔所讲迄个故事背后的意义。有时咱经过美丽清静好见，就马前起水。
做一个祈祷。主啊，阮知，有时咱的性命亲像经过美丽清净的河边，有时阵经过树木青翠的路边，但是却有时嘛是经过幽闷流目屎，拄着大风影的时刻。但是主阮知，无论伫啥物款的境遇，拢有主你的同在，拢有主你的平安，甲阮三甲伫地。主阮知，有你的同在，阮就免烦恼，阮的心就平安。当阮倚靠你的时阵，主求你着搁一摆来鼓励阮的心。主啊，特别将咱兄弟姊妹中身心灵拄着艰苦、拄着困难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主，你知因的需要，主你知因需要的帮助。求主你来扶持因、鼓励因、安慰因，互因通知有主通靠是因人生中上美好的一项代志。也搁一摆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将阮的教会交伫主你的手中，通阮时刻来倚靠你，时刻来看见主你放伫阮内心的平安。阮安尼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各位兄弟，咱伫即个奉献的进程，咱要来举行中保大道的事工第46期大道勇士的祝福车派礼。我要请咱的司琴佮来弹拄只即首诗，好无？首诗第一节即条足感动人的诗歌。伫咧吟诗的时阵，咱请第一场有报名参加第46期的大道勇士的同工。你行到头前，行到头前，咱要做奉主的名来祈恳甲祝福。咱搁一个吟来唱拄只第一节。较紧小可不要紧。有时咱经过美丽情好奇，树木真青翠。咱请同工陆续来头前，好无？来祝福。有时咱古调，我有阮老目屎。一排也是两排，拢袂要紧吼。暖风迎的苦海，免烦恼，心平安。我可处免烦恼，心平安。咱坐声搁唱，互我一遍来。免烦恼，心平安。我可处免烦恼，心平安。这个时阵是咱来立志为主。为着世间，为着咱的教会服侍的时刻，我要请咱中保大道者，摕手中有一张细细的单，是咱看银幕。我相信咱在座的兄弟，你嘛是大道的同工，虽然无特别伫即个时间，伫即个时间到伫大道室，咱拢是祈祷的勇士甲同工。咱请遮个徛伫头前遮个同工，咱代表。当咱开始念即个祈祷词、车派词的时阵，你家己的名，你念家己的名，咱一段一段齐声做伙来读，预备来。我愿意接受上帝的甲车派，忠诚委身伫教会的中保大道事工。我去遵守中保祈祷服侍的时间，参与守望祈祷的责任甲使命。我
我愿意逐人拢保守秘密，愿上帝甲我伫地，也随听我的祈祷。阿免。即时，奉主的名来祝福甲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的教会有上帝你奇妙的保守甲恩典。伫今仔日，阮第46期的同工，搁便伫你面前用祈祷恳求，就是知影阮做祈祷服侍的事工，毋是人的气力甲意志，是上帝你的应允。你的圣神的高抹，甲你大气力的应允，所以才会大道同工，每一日伫无共款的时间到伫祈祷室。主啊，求你分别做圣，求你圣神充满伫遮的祈祷同工，因的心灵。当因祈祷的时，主啊，你怜悯，你爱空听因的祈祷。也互阮无论是伫祈祷室，也伫任何的时间，每一个拢是大道的勇士。你有应允阮，若有2、3个人相甲组织，你就要伫阮的中间。共款，主你嘛应允阮，当阮伫密房祈祷的时，上帝你的恩就要甲阮相甲伫地。主啊，互阮看见祈祷所带来你的应允、你的气力、你的成就。是赢过阮人家己的作为，阮人家己的智慧甲气力。拜上帝，求你保守遮个同工，互因无受到颠簸，也无受到任何的影响，互因照时间有通到伫上帝你面前伫即个祈祷的时间，甲主你亲近。拜上帝，阮所有正兄姐。可能有的时间会多较无法度，总是阮伫家己的家庭，伫家己的职场，伫阮家己安静的时间，阮也要同心，为着所有教会、社会、阮的家庭，以及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灵魂得救来祈祷。愿主你亲自应允甲赐福、平安、快乐，伫每一个同工的中间。愿安尼恳求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拍拍为着遮个同工鼓励一下，好无？我咧邀请讲，咱有报名吼，有报名的即个同工，可能今仔日无伫现场吼，来做一个彩排。事实伫任何时间，咱即张单早咧吼，你入到祈祷室的时阵，嘛会当搁复习一下，用即个诚做你一个气力，因为这要得到圣神的热洽甲鼓励吼。好，来，咱搁拍拍，多谢，请回座。咱甲时间到，咱的诗会咱开始来做奉献。后壁面咱阁有几项的即个分发即个证书，咱搁伫报告后才来开始多谢。这是向咱来奉献。起立，并专心。
请坐。即摆来一首一金句，请咱分开咱周报最后一页后面，请咱用台语坐声来读两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有误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箴言第章17。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有误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箴言第章17。请咱分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事项当中，主礼夏牧师、司礼李英台执事。请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集体交通。咱来看第2点，本会定日下日主日5月14是母亲节，咱欢迎每一个母亲踊跃来参加。那咱咱来向咱的母亲表达这个节日的欢喜，所以本会嘛主办伫感恩礼拜，由咱的主日学生个老师伫2场来做敬拜甲献诗，咱来看第3点，为着要庆祝5月14的母亲节，今仔日咱就开始伫咱的1楼个3楼的副堂，咱拢有做布置来翕相。佮请咱会当轮流，因为咱心灵转角还未布置好，佮因为后一礼拜应该就布置会完成。请咱今仔有闲拢会当去来翕相。佮一个报告就是庆祝母亲节伟大所以咱的书法班有精致的作品义卖，佮每一个作品是老师甲学员的精美的作品。欢迎咱来欣赏佮鼓励，佮每一幅的字画作品是800块，咱都加做是咱书法班的经费。以上咱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用这个图卡来补充，互大家较有印象啦小等下咱有要办这个文道学校第2期算讲文道学校2的。结业证书有林志明兄弟甲苏信元姐妹，咱小等下我报告了，咱才来头前来领。咱若要请咱的陈耀长老，佮咱的教育团队会同工来头前来做翕相做纪念。这个图卡我来做报告，就是讲，咱的拄则我有讲，咱的第2期算文道2已经完成咱准备要来推动这个文道学校的领袖学校，意思讲进阶版咱6月15要开始，因为是牧师要来做这个讲师所以礼拜日时间袂好势牧师拢爱服侍所以咱要用6月15的算拜四，用拜四的暗时的时间来举行咱要邀请咱的现任也是这个轮休的中级，你若还袂上过这个课程，真好。伊有小组长的课程，佮线接中级领袖的课程，内面拢真有帮助毋茫讲咱兄弟大家同工拢愿意接受这个装备就对。咱小组长也是储备小组的同工，佮咱迄个侍奉团队的干部，拢请鼓励来报名。用拜四拜四暗咱周报有写较详细这张是图卡内面的这个课程拢有写伫内底咱这张佮另外一张新的较大较明显的咱拢要寄互咱各群组咱毋茫大家来报名。咱是讲若报名8名以上，咱就要开课所以还有1个月的时间请各团队各小组来鼓励这已经真成熟的。固定咧服侍的同工来参加来学习第2项就是讲，今仔日拄则已经报告了，讲咱5月初1开始全家即个母亲节服务啦我小甲咱迄个场景介绍一下，咱知影讲你若时间无够，订倒一个场景。目前有2个到后礼拜，因为心灵专教遐有咧交代，所以较无方便，未整理好
后礼拜就3位吼，啊，咱有派遮个摄影的同工来服务啊吼。后来，即个是咱1楼，咱即摆就看会到吼。啊，即个是咱1楼的场景啦吼。啊，即个是较近的吼。啊，佫有细俗的花，互你每一个成员举花啊来翕吼。啊，咱今仔日若家庭有招魂的，就来翕。啊，你若是讲要等啊招魂吼，规矩先翕一张啦吼。啊，无后抓若佫换别人无来，你就等袂赴啊吼。啊，先做模特儿一个吼。啊，即个是咱即个3楼吼，3楼的场景吼。啊，有一个钢台吼，三个钢台。啊，即个是模特儿吼，先跳咱看一个安尼吼。啊，即个是咱小组吼，小组的同工伫遮翕的吼。恁若小组啊有一个团队嘛，做伙翕嘛是真水吼。啊，即个是咱3楼遮，啊后礼拜佫加一个啊，咱的心灵转讲，啊咱关8个时间哦吼，8个时间。佫来是咱圣经箴言的手到心抄写吼。啊，顶礼拜牧师已经小做一个报告，啊，大家回应真好啦吼，大家小钱要参加，牧师已经去公布社订50份啊，吼，拢要了啊。啊，咱目的较毋是讲啊，我要赶紧写好了吼，啊，写好了通好来领奖，迄个是次要的目的啦。所以也是讲，咱兄弟一位一笔一画来抄，手到心到，吼，互你通对遮来得到圣经的真理。啊，刻入心较重要。啊，但是你若时间较有，会当写下赴通6月30、6月底，咱会当参加公报社的抽奖吼。但是咱教会吼，啊，有若要配合哦，咱教会是到9月30啦，就是讲你当抄啊到9月底，啊，你交来互咱的干事也是牧师来看，讲有正式完全抄了，也是你的小组长有看了。啊，咱有若要共款啦，比较公布吼，公布社来送礼物。啊，即个是吼，即个计式是安尼，倒边就是经节，所以你免阁摕圣经来抄。啊，倒边即排就是一抓，你就抄一抓；第2抓你就抄第2抓，毋免一直刷落去吼。迄价啊吼，拢甲你画好啊。吼，啊，牧师手中啊，7本就是安尼真大本，啊，伊设计了真好势，就是讲显落去吼，袂爱翘，你甲铺落倒顶吼，啊，会当平平，啊，你写会较好写。啊，你若有想要参加，赶紧因为惊迄册无够吼，若有先报名的前领册哦吼，啊，若后壁无够，啊，赶紧即礼拜过来去报。啊，你若下付时间能参加6月底，你就甲完成交来，啊，若慢慢来嘛，袂要紧，9月30才来交。啊，咱即边啊买即个手抄本是180块啦吼。啊，咱若完成啊，即个钱项要退还你吼，啊，佮送礼物互你。啊，这是一本因送的为家己祈祷的小册，吼，为家己祈祷的小册。后来啊，我报告较紧的吼。佮来咱书画班吼，书画班要义卖吼。啊，这请名师所写，啊，会当诚做一个布置的用品，啊，算讲属于一个啊，较属于。信用的装饰吼，信用的装饰品吼，啊会当诚做礼物送人吼，啊这也是讲义卖，互咱遮的书画班有一个安尼成就感，啊，互因认真要来写毛笔啦吼，啊伊设计了安尼诚清幽，放伫咱的桌顶啦、书桌啦吼，啊是送人做礼物，拢变种真水真好吼，啊耶稣爱你吼，啊这拢是名家书法吼，啊环境吼，搁来是咱。啊，要来祝福啦吼！咱教会有一位咱的即个啊自然执事吼，啊为着讲要传福音，啊伫迄个复兴国中国小边啊有一间啊一个店面，啊伊甲租落来，啊来开一间叫做48咖啡。吼，啊你若听48，迄种少年开的，啊事实有信用的意思哦吼，就是4章18节，路加4章18节叫做48，吼啊。4章18节，你若甲献路加福音吼，迄段经节就是伊用即个来号名吼。啊，咱因应开始咧试卖啦吼。啊，咱知影讲伊这是要为着福音的利益吼，毋是私人咧做事业趁钱啦，所以咱甲鼓励一下吼。那有要甲伊乌演吼，欢迎。啊，毋过咱忙一摆吼，就1、20个去吼，收客啊吼。咱陆续去甲关心一下安尼。啊，伊有写一篇伊家己的感想，讲安怎要开创即个48
的餐厅吼，即咖啡厅，伊佫有加一个叫做如意福音中心，福音的即个中心。即个目的的意思就是讲，望讲遐有遐学生囡仔吼，互因去到伫迄个二楼爱当读册，互因安心爱去遐，诚做一个咱延伸的福音的平台就对哈，所以叫做福音基地啦。如意咱知迄就是迄个提摩太吼，提摩太的阿嬷吼袂啦照顾遮个细囝，这是咱会友家己自发的家己要做福音事工，实在是足值得鼓励，咱欢迎有闲吼。因差不多即5月初5昨拜5开始试卖啦吼，打开始一定安尼足无闲嘛吼。毋过咱也会当去甲因关心，甲因祝福祈祷。当然以后若讲有人要参与伫福音事工，咱会当甲咱的自然之士报名，互咱参与伫迄个内底。问遮即代青少年会当得到真好的鼓励，吼，真好的鼓励安尼。佫一项是咱信恩兄弟吼，信恩医师吼，伊有甲一个团体吼，一个公益单位吼，做伙来推动一个活动，叫做5月份母亲节的电影，叫做《听见天堂》。你也看到即个小朋友，你就知影讲即个影片吼真感动人。伊有特别去真侪即个招待券，意思讲免费，但是去甲乌燕吼，要去转俾咱台南上出名一间老电影院看。吼，这时间是啥物呢？时间是5月2日后2礼拜后的礼拜日下晡2点到5点。你若有需要，会当落去办公室来讨票吼。毋通讨会转去抓业带册无咧去啦吼。一定要鼓励人去，你若袂当去，鼓励人去安尼。好，用安尼咱甲咱邀请吼。好，应该是即个多卡讲了吼。好，这时阵呢，我要请两位即个文大学校毕业的同工志明兄弟，佫新源姐妹到头前，咱请陈佑长老甲惠琪执事来头前好无？有伫遮无？来新源来头前，好来志明弟兄，咱来头前来将即个证书来颁互因吼，咱就请同工来帮忙翕相来。上营，请咱的吟上营诗歌391首《俄勒提定主宰》，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詹牧师接导。这是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咱今嘛要举行咱5月份的庆生会，咱嘛请咱咱请祝福的诗歌。
好，这是不只有咱圣歌队的祝福，嘛有咱兄弟姊妹做伙的祝福。所以咱请5月份的生日的兄弟姊妹，咱做伙徛起来，咱做伙甲你祝福，唱歌来甲你祝福。咱请5月份的有生日的兄弟姊妹做伙起立，咱做来唱这条生日快乐歌来甲你祝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赐福予你。祝你生日快乐，来搁一届。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咱请咱的泽荣执事来分蜡烛。咱嘛做伙来做一个祈祷，为着5月份遮生日的兄弟姊妹为来祝福。请的主上帝，求你赐福伫遮5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祝福伫因，互因所做的一切拢有主你的快乐，祝福因的心灵勇健，互因通享受伫主你的恩典，享受伫主你的平安，互因逐日所经历的拢是有主你美好的旨意，互因通知有主伫因的性命。是一件水佮重要的代志，互因伫因每一天所经历的日子，也佮一届看见上帝新的恩典享受伫因的内面，佮一届将每一个生日的人献上感谢，也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佮一届交托，求主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当阮离开教会时，带着你的平安，带着你的喜乐来离开伫教会。继续来荣光着主，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日礼拜到这结束，也你边兄弟姊妹家就讲愿上帝平安，甲你三个弟弟。